美国众议院监督小组委员会13举办听证会，前国防部官员甲退役的海军少将拢表示 UFO 是真正存在，不过五角大厦是无回应。这是今年3月的报告当中表示，人类看到的 UFO 只是无人机等等普通物体。长期以来，不明飞行物 UFO 一直是大家正爱讨论的话题。真侪人拢讲，伊捌看过无法度解释的空中现象。美国众议院监督小组的委员会伫13举行听证会，表示讲要把这个议题公开透明化。美国退役的海军少将加劳德伫会议顶讲讲，伊伫2015年服役的期间，捌收到对美国舰队指挥部军官遐寄来 email， 附件是海军的飞行机伫演习内面翕到无法度解释飞行物的影片。批内面阁讲到海军的飞行机和不明的飞行物是真侪摆差一点啊，就启动着，而且警告讲问题若无法度解决，演习有可能会取消。会当看出不明飞行物是真正存在的，只是过当讲这个 email 都对伊和其他的人的信箱内面无去啊，而且后壁都毋捌阁有人提起。前国防部的官员艾利桑多嘛出来作证，讲美国和一寡是敌人的国家掌握不明异常的现象 UAP 技术，拢是机密的范围。但是伊嘛强调讲 UAP 是真正存在的。另外，艾利桑多阁讲，政府有一个秘密的 UAP 对飞回收计划，目的是要识别因吹到的飞行器，而且想要对内面来学技术。Let me be clear: UAP are real. Advanced technologies not made by our government or any other government are monitoring sensitive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round the globe. Furthermore, the U.S. is in possession of UAP technologies, as are some of our adversaries. I believe we are in the midst of a multi-decade secretive arms race, one funded by misallocated taxpayer dollars and hidden from our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and oversight bodies. 另外，国会捌伫2022年举行50多年来第一摆的 UFO 听证会。对迄当中开始，真侪军事和情报官员拢捌作证，讲因捌看过不明异常现象 UAP， 而且认为讲因有可能佫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五角大厦对13个听证会是无发表任何回应。五角大厦伫3月的报告内面捌讲，人类看到的 UFO 毋是对外星世界来的，只是普通的物件，亲像是无人机、火箭，也是鸟仔类等等。公视新闻新闻部的编译。